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理。创啥？什么咧创啥的咯？丽玲啊，你是做这道的，今仔我带你来吃，要创啥？敢讲你会唔知影是？你误会啊！我无做外场的，你唔通后要来。丽玲啊，是你答应要缀我出来，来到这你才甲我变这出的。好啊啦，人你讲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莫浪费咱的时间，吼。你卖怪！你卖怪！你卖怪啊！你若是讲怪，我会发叫人啊！我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钱仔头开落啊，你这拗半仔鱼要加车账，无你是你甲我装傻的，还是甲我当作我是叛啊？我无这意思，你莫误会。不管你什么意思啦，为伫今仔日咯，你就是我的权利。死老家，你来讲啥？对你啊！你搞你啊屌！上来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搁来找丽玲，我袂帮你耍，下了，开上了。好，你敢会记的？记啥？记啥？我当时在上班。你先生，歹势啊，阮公司无欠人啊，你还是去别位找看卖。啊，你拄毋是讲欠遮济人，即摆讲无欠人？这，阮公司无要用前科的人，歹势。
我来找人啦。先生啊，你捌看过这个人无？毋捌看啊？啊，你来直直看。足奇怪，你嘛生得足奇怪，无我奇怪。你唔好踮遮甲人冤家啦，咱是要来找人的。今仔礼拜四，安尼人遐少安尼。啊，人感觉一直用这招，较早找海吉来用这招，即摆要找大树的，搁安尼，敢无目招通啊用啊吼？你甲叫，你想啊？嘛是爱用这招啊。借问的吼，你有看到这个在摆到人讲？地大树，有人捌这个地大树无啊？我哪叫你哪走啦？蔡英啊，你是要带啦？蔡英啊，蔡英啊，你若无讲一声，做你早是要走去倒去啦？我要紧来去撞钱啦，无到时我会无命。啊，你当时要倒来啊？转来，你嘛拜托的，总无钱我走路都袂赴啊，搁转来要找死哦。啊，你是欠什么人的钱？哪会较严重啊？你该看，转票？表面看起来是转票，其实哦是地下之庄的借条。你来甲地下之庄借钱啦？嘿，当咱食的、穿的是倒一项免钱啊？啊，我唔去借，敢讲你趁一来互我用？啊，好好，无时间甲你提倡啊，我来走。袂用啦，袂用啦，你袂用走的啦。你若走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搁有。有啥？啊，有啥唔着讲？就讲啊！我顶刚才甲你讲啦，坏弟你莫走啦。你若走，我是要安怎？你若爱钱哦，我这个想办法啦。有诶是你讲的哦。你想办法唔紧去。好啦好啦，你是收起来啦。我菜伫遮，紧去啊！好啦，我来去啦。啊，你爱等我咧。知啦。啊，我你咪等下，你爱等我咧。啰嗦啊，紧去啦！地大树是一个老母亲。你哪要甲唱安尼啦？啊，不是一首歌。那叫做老中秋啦。哦，老中秋，地大树，两个拢是老母亲。地大树，两个拢是。哎，菜！哎呦，你咁弄倒去啊！歹势，紧起，是嘞，后摆唔好遐冲动。歹势啦！布丁啊！我小狗啊！你走，你走，差点对。不是啦，我才你有包了，查啦，这篇老师有偷贴啦。你做啥啦？好啊啦，莫哭啦吼，啊，等代志都拢过去啊，后摆咱行为较细致的，唔通搁做唔对代志。查某人歹手地会放笑哦。对。我想袂到伫遮拄着你啦，啊是讲你来走来这个所在，辉煌安尼，我甲伊做啊，册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迄时阵安遐人掠伊看，安尼若做抑阁唔肯互我倒，我毋知走来要找你，拢找无你，只是阁开完啊，以后拄着再用啊，想袂到。想袂到安怎？
袂到，我已经有囡仔。哈？哦，哦，你哪会这么讲啦？伊搁欠咱一身躯债，我毋知出来斗撞钱，啊无伊会离开我。哦，啊，你实在有影有够讲呢？啊，迄个人是咧食什么头路啦？啊，本来是甲我讲，伊咧做业务，啊尾也搁去做水电，了后讲是去做风管，啊换来换去，即马甲无咧做啊。哎呦，风讲，你听咧黑白讲啦！啊，我看这款人哦，足袂可靠的，一年换24个头家，换无一个通好食买个。啊，这款的人哦，查甫囝就家己去讨趁，啊你有心啊，搁叫你出来咧装钱。这人爱食糜吼，伊哪爱食糜？食糜的意思就是食软饭。你莫爱去讲啦，伊毋是这款人啦，我会出来斗撞钱，嘛是本地伊的，伊毋是条港的。你就免搁再替伊讲话啊啦！啊，你是当时结婚的啦？哈，无结婚哦！哎呦，啊你无结婚，甲人咧大巴肚，你上够糊涂啦！啊，你后摆是要安怎拍算？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，只有一天过一天，等囡仔生出来才搁讲。哎，你大人日子就过甲破功大道，囡仔搁想要出事。袂啦，大人破功大道，囡仔出事骂好，好热闹。点点啦，布丁啊，安尼毋是办法啦。甲迄个人踮遮咧高高低吼，是假食开的啦。阿嫂带你倒转来阮后头厝遐。袂用的，阿嫂，我袂用离开这因，我若离开这因，囡仔若出事会无老爸，我袂用会去做。这个社会哦，你若肯，囡仔要爱老爸，他倒假。讲用的啊，我叫你点点，你是袂晓听哟。五不离三种啦，我甲你来你遐行一转，迄个人我甲看卖下一个，看伊到底是啥物款人。你的代志，伊是要安怎拍算？对啊，变了功夫啦。哦，阿嫂，真罕见咧吼，肯来遮互我皇帝，感觉真光荣。啊，你若知影我的名，我叫真公营啦，请多多指教。毋是讲你的名啦，我是有代志要来甲你参详啦，要参详阮保丁仔的代志。参详保定的代志，你是讲在兴啊，阿嫂是要来参详咱两个婚事呢。咱的婚事？系啊。阿嫂啊，你你是咧紧张啥？参详婚事，这就应该的啊。保丁仔即马吼，巴肚内有你的囡仔啦，这是真恭喜的代志啊！啊，敢你无拍算要甲阮送订？这这哪有啥物通考虑的啦？阮地价即摆是较落魄无毋对，毋过较早吼，阮翁咧庄仔头一连任几啊任的船长呢，做人足热心，嘛帮助人真侪代志。阮保丁仔吼嘛足受人尊重，人伊真爱惜伊家己呢。遮尔好的查某囡仔，带就是你的福气哦。要毋过你若甲阮囥喺有囡仔无爱插阮，阮迄庄仔头是无在乎甲人徛起呢。阿嫂，讲实在的啦，我毋是无想要娶保丁啊。啊，毋过我即马欠人一身躯的债，家己都强要走咯啊，我哪有法度搁照顾伊的生活呢？哎呀，啊你讲即个话就真无责任啊呢。即马呢已经大巴肚，无想要囥遐无爱插阮了。无啦，在兴啊，你袂用电话的啦。不管你欠人偌济钱，我哪会用斗趁钱替你害啊？啊，你袂用买插我啦，你袂用离开我啦。好啊，但你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咧。即马人是变我一个月内爱还遐的钱，一句就10万呢。啊，你一个月内是要对倒会趁？嘿，伊即马有新的人呢，啊你哪会叫伊去趁？啊你家己欠的，你哪毋家己趁？有啊，我有想要趁啊，趁无啊。人两骹钱4骹啦，我哪叫伊会着？搁再讲啊，我本来就惊爱去轮流保定，啊想要起来走咯啊。谁知保定毋肯我离开，我哪有法度？好啊，你欠人偌济钱啊？30万啊！哎呦，啊你是做啥物大事业，欠人遐济钱哈？哎，阿嫂，拜托啊，你替阮想办法好无？拜托啊啦，拜托阿嫂。无定啊，啊你是头壳戆去啊哟！啊你著知你著甲我讲安尼，即摆咱是散甲麻也要拖去安尼，我自身都难保啊，免人知条甲你想办法。啊若无办法吼，讲实在，
我看我也是离开哦，较袂去拖你保定。不行啦，不行，这已经袂去离开，啊你若走，我去囡仔是要安怎？保定，我无想要害你，你互我来去好啦。不行啦，你不要走啦！我总是袂使拖累着你啊，你互我来走啦。我老爸你走，好啦，我你不要来去走啦，你不要走啦，走起来啦！你若是欠牌哦，啊你甲母甲大大去，你是要后摆咱讲哟？咩真我看了钱了，看袂过啊！你别来输我。莫安尼做咩啊？做咩？听我的话啦，我就知影你这个土公性，啊你无才有解决代志啦。但是办的吼，袂堪要你甲争一个啦。唉，你想遐真无良心呢！啊，真想安尼让人就要走，无怪阮即摆公爷咧受气啦。唉，欠人30万，好啦，我替你还啦。也毋过这文若甲你还清了后吼，你就要先带阮保定啊哦。你想，你唔肯答应哈？无啦，我当然要答应啦，这当然是上好啊。多谢你，阿嫂。阿嫂，多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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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0万呢？阿嫂，阿嫂，拜托，拜托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你要开单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汤食一碗，来，你来拿汤。多谢多谢。写几张啊？第6张啊呢？哎呀，一工写10几张也无消无息啦。我看咱要开公司吼，阿婆我生囝真拼咧。喂，莫伫遐拍积水哦。好好好，我莫讲，我莫讲。喂，等下，高俊南哦，哦，你稍等者，来，你电话。喂，高俊南。嘿，是。哈？你要放短互阮？好好，我知。好，我一定到2点。多谢，买，嘿。要客户啊？对啊。无影，该袂看咱讲生笑的啊？真哪会讲生笑？真正咧。电话我甲你讲啊，做生意哦，我专科的呢。你有听人咧讲无？有一道有两，有两道三，有三不行咧。小等电话亭亮袂煞。对。干了，然后。好，电话来啊。喂，俊强贸易公司。雷玲啊，你要找俊男啊？好，你稍等者。
讲啊，只要你会当好好过日子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尽做的。我即马已经离开俱乐部啊。你离开啊？啊，你即摆准备安怎？我是想要好好考虑几工啊，才搁拍算啦。对啦，我甲何六甲阿强哦，即摆伫咧厝内底开一间小公司。无安尼好啊，你来阮遐甲阮做伙拍拼。好啊。啊毋过安怎？我是惊去搅到你甲手边。其实伫你出代志的第二天哦，秋萍就走去啊，到即摆还无消息。你讲啥物？手边离开啊？迄天恁大家来看我的时阵，我听到何柳伫咧讲，龙华甲秋萍已经离婚啊。嘛知影你甲秋萍已经无代志啊，想不到伊竟然来离开，为虾米咧？是毋是为着文华？伊是安那离开，我真正毋知影。也毋过伊真正希望我会当好好照顾。照顾我？敢讲是因为我？不管安怎讲哦，我即摆看到你一个人伫外口过日子，我就是袂放心。你搬来阮遐住，大家互相照顾。我定会造成你的无方便啊。哎呦，大家兄弟姊妹哪会啥物无方便？我搬去恁遐住，即马大家拢团圆做伙啊，毋知影秋萍姊啊。莫讲遐个啦，先来等。哈，哈啦，啊你下班啊？嘿啦。哎呦，啊，我摕遐济货要转来加工哦。我想讲暗时仔伫厝无代志做嘛，摕趁一寡钱啊。好，是你啊。好。这查某囡仔受够甘心的啦。这个也歹势啦。袂啦，啊无我先出来。七条，你今晚好无？你有咧认真准备考大学无？我只足久无看到你啊。有花小，毋知有较好无？做人和丽玲，是毋是有结果？我就思念恁大家，就想要等去看恁一面的。我毋是你讲过，身体还袂好怪事，莫学袂出。啊，你拢无爱听啦，遐济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是毋是要偷走去找秋萍？阿爸，我毋是啦。毋是，你是我的后生咧，你心肝咧是啥我毋知是？好啊啦，国良啊，你莫咧一日问到安尼屁屁嘅。彩虹啊，我叫你顾文华顾好，你想顾啊囡仔要送出去，我毋知。文华，我问你咧，你互秋萍害甲你个无够心，你咧3晚另外就要偷走出去找伊，你甲我挑清楚哦。就算讲你找到秋萍啦，我甲你妈妈也毋肯接受啦，我也袂好倒来这间厝的大啦。阿爸，我知影你甲阿母都毋肯接受秋萍，就算我无法度甲伊斗阵，
我嘛爱知影伊住喺啥物所在，即个记录好无？阿爸，我叫你互我去找志强，探听秋萍的消息好无？你唔免求我啦，我袂答应啦。哇，你莫阁为难恁爸爸，秋萍伊。阿母，我知你要讲啥啦。不管伊做啥物对不起咱的代志，伊永远就是我的某啦。伊唔是你的某啊！恁两个即摆已经离婚啦，你知？无啦，我无离婚啦，我已经甲离婚协议书立掉啦。你讲啥？你将离婚协议书掠掉？你这囡仔，你明明要起心。文华，你若这么糊涂啦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我袂甲秋萍离婚，一世人除了伊，我袂阁娶别人啦。你讲啥？你是要用这来威胁我？好，我唔管你要娶啊唔娶啦，就算讲你一世人做罗汉脚，我也唔叫你甲秋萍斗阵啦。爸，你好啊，啥物话都免讲，你放你休困。阿爸，小红啊，甲带你去啦。文华，听恁阿爸的话啦，行，你莫，你莫啦，莫阁掠恁阿爸生气，行，起来吼，起门吧。这个囡仔吼，用要甲。想袂到我即马会甲恁大做伙。想要到的代志太济啦。你敢会记得？咱第一摆见面的经历。哦，安尼啊喂，你当初哦，你足车的呢，车白白，敢若好爸母的咧。何立伟，人总是会改变嘛，莫搁笑脸玲子啊。对啊，经过遮尔济代志啊，莫讲是例着，连我甲以前嘛无共。你嘛好啊，你为着感情的代志哦，足聪明的呢。啊，我好改变上济哦，应该是阿强啦。阿强以前哦有代志，敢相拍呢。我吼甲俊男拢靠你拍过对无？你莫搁讲阿强啊，阿强即摆已经一百代志。我若记以前定来靠劝我，个性莫遮尔冲动，卡袂着就要甲冤家相拍。我嘛知以前我咧做嘛是毋对的啊，遐毋过我就是无法度控制我家己。啊，虽然像我阿姊已经改变足济啊，煞毋知我阿姊即摆是啥物所在。就是嘛，秋萍吼有够无情的，你若莫离开咱，留落来甲咱斗阵拍拼，你毋知偌好。你莫想遐济啦，我想秋萍即摆应该是真好，真平安才对啦，袂有代志的。是啊是啦，秋萍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秋萍，你即摆人伫咧倒？我逐工拢足想你，啊你咧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为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真忝的，你搁开讲，我来困。爱困啊，我嘛总爱困啊，拍去吧。来来困。丽玲，你袂忝无？你去休困啦，我搁坐一下。无我陪你开讲。安那，真带了感觉是？真好啊。你若是有感觉啥物无方便所在，尽量甲我讲哦。我会啦。对啦，明仔载吼，我想要去下港一撮。去做啥？俊男甲丽玲真是做伙啊！是我要俊男接受丽玲的，看到因斗阵，我应该祝福伊才对啊！为什么我的心肝安尼这么艰苦？我有一个朋友叫做俊男，欸，讲话，丽玲，你也伫遮？你的想法？已经和我差不多啊，俊男，
我是专工来探听秋萍的消息，你一定知影秋萍伫倒，拜托你甲我讲好无？歹势，我唔知呢。那安尼，秋萍真是决心要离开我。伊唔若是想要离开你，伊是想要离开所有的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敢讲伊无法度原谅我的阿爸阿母对伊的伤害？啊，毋过毋管安怎，你应该相信我。文华，你莫想遐济啊！我想秋萍哦，有一天一定会转来，一定会转去你的身躯边的。对啦。希望会安尼啦。伊若无转来，我活在这个世间，阁有啥物意义咧？对，文华，你莫想袂开哦。是啊，文华，你莫有白想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做戆代志。真啊，姐姐，你若秋萍的消息，一定要紧甲我通知，知影？好，多谢。然后你我先来。文华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俊啊，丽玲，我祝福你。大家来交管，大家来交管，啊！来，看，哪看哪行，哪行哪看，行你都爱行好正，唔才会得人疼。求神拜佛，心头了定，心命唔才有灵性。用药食药，唔通人凊彩步凊彩听。高阳你记，大部人的记得，只有大部人知影。若要用，就爱三国时代关云长、桂武关、三六将、倒拖刀、斩蔡雄。若要强，就爱拍好的武雄。现代人若要用要强，工课就爱会冲。来靠咱这位高粱好骨山，会互你勇称前，可比现代关云长，也是就算天命好的武将。看你，来，看，较大声的。来，看，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色话，有的人讲爱食脯啊，有的人讲爱食菜瓜，啊，小妹头一摆来到八宝地，是讲。三层要当做猪头皮，公司会哦，会要甲当做路边价，主要是要来卖药啊啦。免表的啦，啊，你要拖咯，你一班来敢会快？各位，我这不是咧脱礼物的啦，我这是正经咧拍拳卖果药的啦。来，我表演一道给你看，来，表演啥？啊！你这我若讲嘛，遐搭你。你若讲啥？我若讲哦，南港五笑三啊，你唔捌咯？五笑三。阮遐讲有白兔啊。来，我表演第二招，你看。来。表现啥？啊，验验啊看哈。拜托，那你查某你拍，甲你放你顶咧，搭你。你若用查某来吼，我就信你啦。无你来啊！你讲的哦，你若喊一届哦，我甲你买10万。你讲的啊，那你若占10个哦，拢不要紧啦。起来啦，好，起你。啊，那不是你。哎，下到以后讲我得讲啊。袂用啦，这么大口碑袂用。哎，做咩？袂用啦，不要紧。来，出来过来，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我去买这凉料，你啉啦。我袂喙焦啦。是安怎？你伤着了？超可怜，啊，毋过会疼咧。来，我看卖。放
实是足歹势啦。为着阮保丁啊，害你去互拍干呢，可能足唔甘的哦。春花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养敢若一只牛的，互人拍几下吼，伊卖你7、80万，会好呢。你戆囡仔，哪会知讲即款话啦？身体袂用讲笑。无咱家己药粉啊，偷即款来食啦，吼。你敢有效？啊，咱家己卖药啊，你讲问我讲有效啊无效？当然嘛有效。人阮阿遐金龙狮，拢嘛报人食即味的。哦，啊，既然有效吼，咱强起来卖人啦。你，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养敢若牛的，哟。好啊，卖人。凉的先啉的啦，啊，等下吼，咱同仔来保丁啊遐，吼。你若干来买一罐？我拄好先啉去啊啦。我是讲，今仔日是阮的公司开幕，希望你会当保庇这间公司有好的发展。上重要啊！你要保庇咱俊强贸易公司哦，业务一天比一天较好，一天比一天搁趁钱。好，来，恭喜！今仔开始，大家加油哈！我不对，对，今日好日呢，天气真好，人讲吼，好的开始就成功的一半啦，咱公司哦一定趁钱的啦。囡仔，啊，咱的这部是要安怎分配啊？这部哦，我是感觉咱这间公司，哎，对，我拢想好啦，你做董事长啦，丽玲，你做秘书啦，阿强，你做经理，啊你咧？我无要紧啦，我凊彩就好啦，啊无我做总经理。甘倒茶啦，来要啉茶无？哦，咱这间公司遮尔细间哦，莫分啥物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大家啥物代志拢爱做，互相拍拼吼。我赞成。我嘛赞成。我考总经理考就久啊。好啊，好，我嘛赞成啦。丽啊，你查某囡仔坐遐。阿强，来，你为你的。乌溜，坐门口口。门口口。哦。哎，怎啊？哎呦，送花嘞！哇，你哪会来？啊，丽玲一几工去看啊，我都知恁公司今日开幕啦，总管来甲恁恭喜，祝你事业成功，业绩一天比一天搁较好啦。多谢。坐啊。免啦，我爸还佫有代志要问。啊，对啦，俊啊，你若有秋萍的消息，你马上甲我联络好。好，多谢啦。啊无我来。啊，要加这些？免啦。小乔。对，无嘛真正有心呢，还佫送花来呢。我上感动的吼，就是对我阿姊大感情。哎，大家莫想遐济啦，小金啦吼，小金。来。嘿，秋萍啊，秋姨啊，啊，今日白日咱无出去佚佗啦。来，我放上了热汤要互你食。多谢啦。我想讲加减趁偌钱啦。哎呦，你哪都遐拍拼啦？啊，人讲趁钱有数，性命嘛爱顾。啊，钱若有够用就好，啊，趁遐济要创啊啦？无啦，我小弟咧准备考大学，我想讲替欠一寡学费啦。哎，你少够尽心的。来啦，这热汤较退火，先食一个，袂歹食呢。啊，秋姨，啊，我最近胃口无好，我食袂落啦。哎呦，食袂落，你嘛爱加减食淡薄啊，无食要哪样？来，这是真好食呢。多谢。紧啊！啊，秋姨啊，哈，这个月的厝税，你要甲我先摕互你啦。哎呦，啊，等下出事前咱就遐赶紧啦。来啦，来啦，啊，哎呀，热豆汤先食，有听有？哦，好啦。秋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最近拢想要吐，啊，食物件拢想要吐，啊，巴肚胀胀。安尼哦，唉，我知啦，一定你工课做了伤忝啊。啊，若安尼哦，拍歹身体。啊，对啦，我看吼，你规去病院检查看卖啦，安尼较妥当。啊，若无吼，大病是要安怎啦？好啦，我会去检查。你着爱去呢，啊无我先转来吼。一定爱去哦。来，
是一定准时交货啦。哦，是，绝对袂出差错的。哦，再过来咯，多谢，再见。无你稍等下啦，我再看下吼。无唔对啦，咱的签约约哦是下个月15号。嘿，你搁问柯经理看下咧。好，多谢吼。哎呦，无生理的时阵哦，敢掠三不相加咧。有生理来的时阵，哎呦，无闲到无法度食饭啦。丽玲啊，咱遮遐济订单，伊当着我都接货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咱甲伊拢有签约，伊毋敢无交货啦。对，阿强诶。伊去讲看货啦，你问伊要创啥？哦，无啦，我凊彩问问诶。大个，咱公司越愈来愈无用啊，要加请几个人手嘛？即摆也毋免啦，过一阵等公司较稳定再讲。哦，我先来讲好一个哈。哎呦，有够喙大个啊！多谢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哟，唔得，那就汉强，来得坐。我叫丽玲出来。歹势，丽玲哦，无做啊啦。已经四头路等于10家机啊咧。你讲啥？丽玲四头路无伫遮上班啊？是啊，已经走啊。那你伊伫倒上班？这，莫淡仔坐甲迄啦，讲。有啦，前几工哦，伊来遮领薪水啦。我你甲问哦，伊讲伊即摆甲一个姓高，对，那高俊男啊，开经贸迄公司啊。高俊啊？你敢知伊迄间公司设伫倒位？听讲伫我这间公司的附近啊，确实的自己哦，我知咧。若知影伫这附近就好找啊。我有一条小妖袂甲伊算的。唔得，孙子。丽玲啊，去得罪这个人。来哦，参考看卖者吼，人讲若食的下药是青草一叶，若食袂下药是人参一招，哈。一百3冠5冠，会好嘢，袂较散。来，一手2手呢，较也咧烧好香啦。参考看卖一个较量我不算，100、5、3冠算你400上50，哈。多谢，来，好，去不？你3罐吼，好来。多谢，啊，食好不到小饭吼，来看卖一个哦。今仔生意阁袂歹呢，咱即摆这新招啊吼，想袂到我生意愈做愈高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哦啦。不是我人无爽快啦，是心无爽快啦。安怎？我咧受伤唔对呢，啊，咱咧拼死拼咧趁钱啦，大半天你看哦，一样伫咧厝内啦，等咧趁钱互伊开，啊你敢对？我知影安尼唔对啦，也毋过人讲应人较惨欠人啊，我就答应保定啊，即马阁大巴肚，啊无要安怎？你为着保定来牺牲哦，我是无意见啦，等你苦啦，要食唔讨趁啦，真是保定来嫁互伊哦，伊会凄惨落魄啦。真讲伊，你来讲我嫁后仔应该会凄惨落魄，你乌啊水！乌啊嘴哦，见讲就对啦，会凄惨袂凄惨，将来你就知影啦。阿嫂，伊哪应该是讲我啦？人伊讲安尼就对啊，人迄是关心你呢。啊，你老母要做啊，好歹话也袂晓听，遮尔囡仔惜。阿嫂，莫安尼转骹茶啦，唔倒去动着胎气。别啦，阿嫂。你先啦，哎呦，会要紧无啦？来去互医生看者。免啦，等一下啊。我就甲你讲袂用站骹茶，袂用，等下厝会休困较有影。会真讲的，拜托，这互你收，吼。好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。为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哎呀，小美啊，拜托你莫安尼啦，给我淡薄仔时间嘛。哎呦，好啊啦，莫搁哭啊啦，我敢袂骗你是无？啊，毋信哦，我就做互你听啦。我这世人哦，就爱你一个啦，无别个啦。哎，我之前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是有人欠我30万啊，等我钱哦领着还我，我就马上带你来台北。哎，
袂啦，我哪会骗你咧？前几工我本来就想要走啊，钱都还袂摕到手啊，是要哪走着？拜托你啦，拜托你给我淡薄仔时间吼。好啦，我爱你啦吼，来亲一下。你这个要休息哪里哦？哪会转来？较早我转来，也若无我讲早点就袂无。我来做拼命赚钱，替你着爱做无？你竟然想讲要钱快做你走？你敢若靠良心？你敢若靠良心啊？无定啊，你家己讲啦，爱到这款的本事，你真正有够本事啦！利用阮来趁钱，互你，我替你拼命不要紧哦。真公爷，甲你是无熟无识无亲无情哦。利用阮趁钱，互你，搁敢欺骗阮保丁仔的感情。即摆巴肚内有你的囡仔呢，你用这款的气功对待伊，你甲迄个查某讲话，迄是啥？无可能甲恁讲啦，恁若唔甘愿哦，我来走。嘿，你还想要走？你过去两个想要离开我，你敢捌想过？你若离开我，我家己个想要安怎？我家己个想要安怎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安尼是恁兜的代志啦。伊有心，你无安尼甲请啦。他们甲你讲啦，我根本都无爱你，就准讲我留落来哦，我嘛袂带你啦。哎呦，你这个雷公啊点心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无爱我，你甲我困到大巴肚要创啥？我甲伊是咧佚佗的啊，我哪会知伊会大巴肚咧？要怪哦，怪伊家己啦。谁人搁遐凊彩，人少伊就对人。哎呦，你，狗仔，你叫我俩干嘛出嘴？你干嘛知道？你干嘛知道？你干嘛？好啦！你想要气的？你好啦！我毋是人上好啦，安尼你会袂甲我高高甜啦？为着哦，我甲你斗阵哦，嘛无前途啦。狗仔，你为个啥？无仔啦，莫爱伊啦，可以走啦！手啦，放手啦！可以走，可以走，莫个走啦！放手啦！走啦！慢，可以走，别走，可以走啦！放手啦！你莫哭啦！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